班长，你今日袂紧张嘛？袂，大家拢做紧张，你行过我就会惊。你的旁边这是咪真恐怖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有请洪山良老师，请自我介绍台语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洪山良啊。今日真欢喜来这节目啊，莫紧张啦，我比你较紧张啦。我是来遮做人客。这个完赛。好啦，咱算好有缘哦。啊，报告啊，甲阿欣的算讲有缘，大家共公司做伙咧拍拼。捌啉酒过？哈，伊较袂啉，我唔捌甲伊啉。好啦，阮两做伙咧写歌，做伙做音乐安尼啦。哎，迄其实这个艺名嘛吼，叫我阿亮德。阿亮洪山亮啦吼，这艺名听起来就真有充满着迄款江湖气口，迄杀气腾腾迄种的滋味。你若不叫做红高压我，足拄好诶。我晓得，无，迄阵吼，放我报告，迄阵我号这个名的时候，我人都伫山顶。哎呦，我咧食乌圆啊，哦，啊咧食乌圆，食食乌圆，啊咧食豆花啊，啊人敲电话来讲，啊，即摆你这条歌要发表哦，你准备用什么名？哦，我讲啊，恁大家拢用什么名？啊，我着阿强啊，我着阿 Q 啊，哎呀，讲恁遮人哦，足无诚意，我做洪山良吼，你看喺山顶安尼，月亮遐大间，哇，哦，啊是安尼来，加在我迄阵无伫便所，我伫便所我就是便所良啊，啊是讲咱都伫殿中对吧？殿中良，山中，田中，这洪山良，我第一摆看就听这个名，这应该是一个迄个江湖气带动啊，还是想要到咱这个文质彬彬啊，这领斯文的这个本名叫做，敢会使讲？会啊，我本名姓简，简单的简世良。哦，你讲较紧啊吼。咱较早去人迄餐厅啊，啊门口差无拢迄个小弟足坐伫啊嘛，大爱你好，贵姓简。啊就，哎呀，头家你莫生气无，啊我着姓简啦，啊就定咧用误会，我想讲，咱号一个较无共款的安尼，叫做洪山良吼。这是一个笑话啦吼，当市长干秘书偌总经理，啊，迄个。干过鸭头来领200，对吧？这是第一发音吼真深色啦吼。姓这个人，反正这唔是无礼貌啦，种较要介自我较细者啊，小姓姓干，姐干世良，干世良，洪山。美国读册倒转来。是。我伫国外咧流浪几啊年安尼。流浪啊，所以你毋是读你做游民啊？无啊啦，嘛有试过偌少，啊有读册啦，啊嘛有做工课安尼啦。啊到尾想讲，袂使咧，咱就足想要写台语歌吼。哟，啊写台语歌爱倒来台湾才。哟，哎呀，啊咱工课就较死死的。这个人精神无拍破来噻。是的，有着咱本土文化，有着咱本土文字，咱大学袂瘾读。哎，我有读煞，我有毕业，啊，我有做工课，嘿，啊，就想讲，台语用要袂晓讲伊啊，啊，倒来台湾写台语歌。哟，阮两算交情有到遐啦，嘿啦，我有当时迄个电影啊作品啊，放过算阮师傅啦。好听，真诶啊，咱就演迄个舞台剧啊，演电影啊，我嘛对你咧学。第一摆演电影做阮老爸啊，带师傅一句嘛，敢毋是？有，无啊，迄阵就是。迄个状况就是讲，演讲碰过要互生出来迄天嘛，要互生出来，要互生出来，要出世迄天，吼，啊，你遐顶袂出来，对吧？算迄个彩华姐演老母嘛，嘿啊，啊白云演迄个三伯嘛，啊我伫边仔足紧张的，伫遐毋知要安怎，啊讲啊你是这样去芳烧水啦，我就去芳烧水，哦啊即摆生袂出来是要安怎？无要紧，我啊哭出来。安尼啦，交代讲啥啦，讲碰过安尼，为鼻孔交出来，甲人较無共款的迄個過程。迄個才華甲袂上忝，吼，甲講演因老母啦，攏無帶時間去愛。